哦，订阅者有595万哦，订阅者有这么多人哦。Creative 创造的 Channel 频道，科技的，跟电池工作有关吗？很有创意的哈，制作这个那么多人用的。6座位的车子，跟电池、电器工具有关的创作制作呢。哦，脚踏车改装，哦，还有模型飞机、船啊，交通工具哈，电器类，太阳能了。这么厉害啊！小女孩也这么厉害啊！黑客呢？还有黑客呢？这么厉害。